歡迎大家嚟到 Office Pro， 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樣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更新。Excel 自動加邊框方法2，今日介紹第二個方法，選取需要嘅欄位，再係常用嘅條件式格式設選擇新增規則，選擇使用公式來決定要格式化哪些儲存格。打入，你同意係選擇嘅範圍，因應你嘅需要而更改。係格式點選需要設定的格式，同第一個方法相似，分別只係打入嘅規則唔同。用呢個方法，任何欄位打入資料都會自動加邊框。希望今日嘅介紹幫到大家，記得 like and share。